拿过来，排骨咱就做糖醋的啊。你做饭那么难吃，你好似做给别人吃啊！我倒看是哪个狐狸精，他到底哪点比我强啊？苏涵，给我开门！苏涵，给我开门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，谁呀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不该。不该？你是不是想说你不该打我呀？我确实不该打你不也打了吗？我是真心想跟你说对不起的。别，你可别，我可受不起。我靠！打针了，打针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大人九房，你今天的家属怎么这么多呀？那我先走了，你早日康复。我送你。哎，别！哎，涵涵，别走，涵涵，我害怕，我怕。我自己可以走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懂。裤子脱了。嗯，不是打点滴吗？怎么改成打针了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喜欢，家属配合一下。哦，不是，别你，哎呀，你叫什么？打针很疼啊，我当然要叫啊。护士，我晕针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护士。你看你也没有针了，要不咱们改天再打吧。我们这是医院，别的没有，针多的是。